佢哋係異常檢測，唔係每一個問題都會拋出錯誤或者超過 KJ。可能你個應用程式嘅回應時間開始偏離平時嘅範圍，又或者磁碟活動突然飆升，即使流量都係穩定，佢唔係死機，但都唔算正常。呢個時候就需要異常檢測出場，佢可以揾到你系統行為入面嘅意料之外嘅變化，而你又唔使自己定晒所有規則。點解我哋需要異常檢測？固定燒值只適用於冇問題、好易預測。例如當 CPU 超過 90% 就發警報，但係如果突然飆升到95%呢？或者更糟糕嘅係，如果使用量異常低，但係仍然喺安全範圍內點算？傳統繞值忽略咗呢兩點。異常檢測究竟係如何工作嘅？讓我哋嚟詳細分析一下。主要有兩種方法：統計方法同機器學習模型。統計方法利用數學嚟確定正常狀態係乜嘢樣嘅。佢哋會查看歷史數據，並設定隨時間變化嘅 Q 值。例如，動態 EO 值會追蹤你系統最近嘅行為，自動調整限制，所以你嘅警報唔會卡死咗一個固定數字。Z-score 會量度一個數值離平均值有幾遠，如果有啲數值離譜，就會被標記為異常。呢啲方法簡單又快。但遇到數據雜訊多或者有季節性變化時就會有困難。機器學習模型就更加有彈性，例如預測模型會預測正常數值，然後將超出範圍嘅數據標記出嚟。分群模型，例如 K-means 或 isolation forest， 會揾出唔符合預期群組嘅數據點。神經網絡，例如 autoencoder 或 LSTN，可以發現一啲長時間以嚟都唔尋常嘅模式，就算係好微細嘅異常都捉到。每種模型處理趨勢、季節性同隨機雜訊嘅方法都唔同。有咩真實世界嘅應用例子？實際上可以捉到啲咩問題呢？例如唔尋常嘅延遲飆升或者 API 錯誤暴增，用戶流量突然下跌。網絡異常仲未演變成大規模故障之前，就已經發現到用 Site 24/7嘅異常檢測功能，異常一出現就會觸發警報，並且同 Trace 同 Log 連結翻埋一齊，喺 DevOps 團隊就可以即時收到有足夠背景資料嘅警報，快啲作出反應。有咩最佳實踐建議？3個簡單貼士：由歷史數據開始，模型需要基線數據，調整靈敏度。你想捉到真正嘅異常，而唔係雜訊。關聯事件，記住要將異常同 log 或 trace 資訊連結，佢先有足夠背景。獎金，讓你嘅團隊審查異常情況，以減少誤報。呢個實際上意味住異常檢測將被動監控轉變為主動可觀測性。借助 Site 24/7等工具，你可以獲得內置人工智能異常檢測功能，俾你喺客戶發現問題之前就發現問題。好奇嘅，通過說明中嘅鏈接，深入了解 Site 24/7嘅異常檢測功能。想要觀看更多與監測同可觀測性相關嘅視頻，請訂閱此頻道。呢度監控愉快。